好，各位同學，我哋嚟到咧單元6同埋單元7啦。咁單元6咧其實係一個比較重要嘅課題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其實由3至到6咧都係幾密集式嘅，內容亦都係比較多嘅一課。咁單元6咧首先你有3個部分，第一產品生命週期，第二服務業啊，即係或者我哋叫服務市場學啦嚇。咁個4個特徵啦，係啦。咁第3個部分咧就係電子對傳統營銷進行一個嘅即係比較啦，特別我哋知道咧電子營銷咧即係一個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佢有好多好處嘅。OK 嗱，咁我哋先講咧第一個部分先，就係咧產品生命週期。咁記住佢都係分為咧你要知道個特徵啦，特徵又有幾樣嘢喎，包括咗利潤啦、銷售額啦，仲有客戶群同埋我哋講緊嘅競爭對手嘅。OK 好啦，咁同埋佢有咩嘅目標咧？仲有喺4P 應該點樣去做？嗱，我哋先望一望咧過去嘅試題趨勢先。咁但係咧好特別喎，就係上年咧其實佢已經出咗一個10分題嘅題目㗎啦，10分題題目咧上年已經出咗啦。咁所以咧，如果根據過往嘅 pattern 咧，其實你會見到咧，通常都會即係隔1年咁樣嘅。即係如果關於呢個服務嘅特質嘅話，係啦。咁呢一度咧，大家可以即係去了解下啦，係啦。咁但係咧好得意喎，上年咧佢出嘅服務特質咧，其實就集中咗喺其中2個特質。咁即係話咧有2個特質咧，其實就叫做隔咗2年甚至乎更長嘅時間呢係未出過嘅。咁所以咧呢一度呢都同大家講一聲啦。咁我喺度呢用個紅色嘅大剔呢剔一剔佢，就係無形性同埋呢異勢性sorry 係隔離異質性啊。咁呢兩樣呢記得去温一温啦，因為呢我哋成日都講就係話，如果佢長題唔出呢，其實短答題可能講緊2至4分嘅題目啦，有時都會攝喺呢月報嘅應用裏邊嘅。咁大家呢記得要留意翻啦。好啦，咁既然係咁呢，我哋睇一睇呢一啲嘅細分但熱門嘅題目啦。咁就係講到呢產品嘅生命週期。嗱，就咁睇呢個字呢，大家應該會未必即時諗到其實佢考乜嘢嘅。嗱，記住佢通常呢係考特質同埋呢即係有咩特徵啦，係啦。咁同埋呢喺當中呢我哋要注意嘅就係話佢嗰個特徵呢係講緊銷售額啦，同埋嗰個嘅利潤嘅。咁所以咧呢一度咧要留意翻，當我哋咧去温嘅時候，呢一間咧都會同大家咧去提一提利潤咧。我哋要講到嘅時候咧，都要考慮埋佢嘅成本嚇。譬如早期我哋成本係用喺宣傳越高咧，其實利潤就會越細嘅。仲有一個咧，我哋就係講佢個客戶群究竟係一啲常新者啊，定係一啲即係後期嘅使用者咧嚇。咁所以呢一度咧都會留意下呢一啲嘅特徵嚇。仲有一個市場結構究竟多唔多競爭對手，或者佢哋會唔會加入緊個市場呢？咁呢一度呢都係咧可以話咧係過去嘅3年連續都會出嘅。咁你睇一睇呢，會唔會有機會呢？都係當中呢，係今年呢都有2至4分嘅題目啦。好啦，另外電子同埋傳統市場營銷策略呢都係上年出咗。咁根據過去經驗呢，其實就隔年出嘅。咁所以大家呢都可以自行去斟酌嚇點樣去預備啦。好，另外呢就係第7課啦。第7課呢，我哋成日都話一個好瑣碎嘅一個課題嚟嘅。咁即係咩意思呢？佢好多時候呢，又會講到一個叫做忠誠度嘅字眼啦，係啦，又會講到呢滿意度嘅字眼啦，嚇，即係啲客戶嘅滿意度啦，嚇。咁啊，所以呢一度呢，其實又好似呢好多嘢去温咁樣。咁所以呢，呢一度呢，大家都可以整合下。上年呢，其實就已經出咗呢影響忠誠度嘅因素啦，嚇。咁啊，今年會出啲咩呢？咁如果相對熱門少少嘅呢，通常我哋會話呢，就係提升忠誠度嘅方法，係啦。咁啊而定義嘅咁就會考呢一個嘅客戶關係管理嘅。咁所以呢，大家亦都可以呢按自己嘅情況啦，去睇一睇邊啲係熱門嘅題目啦。咁最後呢，就係顧客關係喺營銷過程中嘅重要性。咁呢一度呢，都係呢講緊係4-5年呢，甚至乎更長時間都冇出過啦。咁所以呢一度大家自己去睇一睇嚇。呢一課呢，既然咁瑣碎嘅時候呢，亦都可以參考翻我哋嘅精讀筆記嘅。唔切啊。OK， 咁呢就應該係呢一題啦，3分。咁呢佢就講咗啦，辨別嚇冷藏食品正處於哪個生命週期？產品生命週期。好啦，咁佢咧就講到咧冷凍食品咧，佢而家咧有冇咩嘅特點咧？第一，佢就講咗個銷量係增長頗高嘅，係啦，開業初期銷量增長頗高，但係就好多競爭者加入市場啦。
好啦，咁跟住點樣啊？佢就話咧增長而家現在啊係放緩嘅。OK， 好啦，咁即係話第一，佢一定唔係介紹期啦，佢亦都唔係成長期，成長期仲增長緊噶嘛，係咪？咁好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啦，近月經營不佳啦，所以我哋亦要吸引新產物。嗱，其實後面咧就已經係其他嘅資料啦，我哋先集中喺呢一度。佢已經暗示咗咧，其實某程度咧佢已經因為仲有好多競爭對手加入啦，佢哋唔係退出喎。競爭對手退出咧就衰退啦，咁依家好明顯就係一個叫做成熟期。好啦，咁我哋知道23年出咗成熟期，咁有乜嘢重要資訊啊？第一，你就要溫另外3個，包括介紹期啦，包括咧成長期啦，同埋包括咧呢一個衰退期，就係24年嘅熱門啦。咁所以一間咧，我哋會先講一講。好啦，咁我哋望一望咧喺成熟期裏邊有啲乜嘢注意啦。sorry， 我哋要介紹期先，係有咩注意？第一，佢嘅特徵係乜嘢呢？銷量基本上咧係增長緩慢嘅，利潤可能係冇，甚至乎係虧蝕。好啦，仲有客戶多數係乜嘢啊？呢一度冇寫，就係啲創新、中意試新嘢嘅人嚟嘅，得唔得？咁仲有當然就係講緊佢競爭對手咧，可以話係好少啦嚇。好啦，咁喺呢一度咧就係介紹期嘅4大特徵。咁我哋要知道介紹期最重要係乜嘢？目標就係介紹個產品。點解要知道？因為你個4P 嘅組合就係要去介紹，所以第一，產品應該咧主要係基本型號，其次定價盡量係高，因為要 cover 個成本。分銷方法多數係選擇性，唔會一個叫做唔係叫無差異死啦！每次我突然間都閉塞咗。OK， 望一望咧，諗一諗單元5先。sorry 啊，望一望先啊。嗱，我哋同時啦兩課一齊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就有一個好處啦，就係你咧同步咧去溫嘅，因為第5同第6課咧基本上咧就係一齊去問嘅。好啦，分銷策略就唔會係密集先啦，係啦，揾翻個字眼啦，就唔會係密集啦。咁基本上就選擇啦，或者係獨家啦。咁跟住就係推廣嘅策略啦。咁啊，基本上都係用促銷吸引大家去嘗試。好啦，跟住我哋頭先講過啦，另外一個熱門嘅就係成長期，特徵唔講啦，特別都係講緊增長係快速咯，係咪？好啦，咁而我哋講緊個市場銷組合嘅4P 嘅時候咧，其實最重要係記住呢幾個字，就係市佔率，因為佢所有嘅4P 都係希望增加市場佔有率嘅。好啦，跟住我哋跳過去成熟期啦，我哋望一望衰退期，特徵銷量、利潤都係下降嘅。好啦，咁我哋講客戶都係減少啦，咁當然競爭對手亦都漸漸退出市場啦。咁所以要做嘅咧，最大嘅目標啊係乜嘢啊？就係保持住個利潤，所以咧維持個成本咧，或者我哋叫做咧減少不必要開支，同時最重要就係咩咧？維持利潤，得唔得？好啦，咁我哋所以咧4P 咧基本上都係做呢幾樣嘢啦，淘汰一啲生產線啦，降價一定唔會係加價㗎啦，跟住選擇性分銷，唔好用密集式啦。好啦，咁跟住呢一度咧，我哋會再留意推廣咧，就唔會做啲好大 budget 嘅推廣㗎啦。好，咁喺呢一度咧，我哋都已經咧重溫咗單元6第一個部分啦。咁咧亦都係一個叫恆常出幾分嘅分數啦。單元6咧，其實呢3個部分都係好熱門，甚至乎再強調一次咧，今年係服務市場學係 hit 嘅，因為佢隔咗1年冇出啦。你見到咧係好熱門㗎啦，已經。咁我希望咧佢係出6分以上啦。好啦，咁我哋睇一睇咧服務市場學咧要溫嘅地方，好簡單，就係呢4個特性。呢4個特性裏邊，再講模型性咧，湊不到嘗不到，聽不到。好啦，係最重要，前面係購買之前。好啦，咁我哋要做呢一啲嘢咧，其實我哋叫做咧係要做一個建議嘅方法，係要具體嘅憑證。咁好啦，記住呢一題咧，我哋要留意翻，佢係會問 points 解釋同埋面對乜嘢嘅挑戰，但係咪一定會問建議呢？你要睇題目有冇叫你建議一啲方法，如果有，你先建議同埋加佢嘅好處，就唔好話提供證明，但係就唔講其實提供證明嚟做咩啊？讓顧客有信心咯。咁證明啲咩啊？譬如係個廚師嘅經驗啊，各樣咯。
好啦，多變性容易嘅，因為我哋講緊咧呢一個亦都有一個叫做異質性，有啲書會咁講嘅。其實就係話咧，服務嘅質素視乎何地何人去進行啦、提供啦。好啦，咁最重要呢一個咧，我哋要有個建議嘅時候咧，一定要有兩個字，就叫規範程序或者流程，得唔得？咁監佢乜嘢啊？好似啲食客入到個店，一定要講一句説話歡迎嚇，或者一定要根據一個步驟去做，同時你監控佢有冇做。咁呢個令到個服務咧，每一次都係相同啦。好啦，跟住下低嗰兩個咧，最容易撈亂嘅，所以如果要寫三個咧，我建議你淨係寫其中一個，一係不可分割性，一係異勢性係最好嘅，得唔得？因為不可分割性咧，你係針對緊乜嘢咧？就係講緊服務嘅時候咧，你要同嗰個人有互動啊。咁呢個咧係新嘅出版社同埋 marketing 裏邊想大家寫到嘅，係一定要有互動。咁所以咧，記住個建議一定係同溝通能力、人際關係技巧係有關係嘅，得唔得？再講一次啦，我哋好多時候提出建議都係話培訓，但係冇講培訓啲乜嘢㗎。所以將呢幾個字袋落袋，第一溝通能力，第二人際技巧，跟住再落啦異勢性。哇，阿 Sir， 我已經頭暈啦，記唔起啦。其實咪就係講緊供應啊，就唔夠，因為你突然間喺繁忙時間有好大嘅需求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呢一度我哋要做嘅嘢好簡單嘅啫，就係請兼職，係咪啊？跟住人手自動化預訂系統reject 嗰啲過多人啦，即係叫佢唔好嚟，咁呢一啲咪就係解決方法咯。咁所以咧，嗱，我頭先講得咁快咧，你要做嘅咧，應該係要溫翻個解釋先嘅，因為我哋好多時候解釋咧都係唔記得咗噶啦。再提一次啦，單元6服務市場學係熱門嘅題目嚟㗎，喺今年裏邊24年。好啦，跟住傳統 VS 呢一個嘅電子市場銷，好啦，咁一定係比較睇啦，而且2年冇出啦，咁可能咧都係出緊4分或以上，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候話要溫呢一題咧，其實係好值得㗎，因為佢唔係攝分2分嗰啲題，一出就4分㗎啦。咁所以咧，你進行比較嘅時候咧，首先個 tips 係乜嘢啊？就係用4P 嚟比較。從產品角度，佢可以啲客人直接下載就得啦，非常方便。譬如你去航空公司買機票，你下載個 boarding pass， 即係個登機證，咁就唔需要張實體嘅，其實已經係一個方便咯，係咪啊？好啦，咁亦都可以了解到顧客嘅喜好啊，從而做到一樣叫做客製化，或者我哋叫做咧，即係客製化，即係度身訂造啦。咁另外自行設計咧，就係佢個產品亦都喺網上做到，實體就做唔到啦。好啦，定價方面，我哋咧記住兩方面 A。對客人嚟講，價格透明度高，更加能夠去進行一個比較，以致佢落到下一步去做購買嘅決定。B 就係從一個廠商嘅角度，我哋可以咧了解到競爭對手嘅資訊，以致我哋咧更加能夠係定一個有競爭力嘅價格。好啦，咁跟住我哋再落分銷方法。最記得嘅就24小時開店，咁所以咧留意翻呢啲題目咧，我哋一講到呢度嘅時候咧，其實題目通常會問你電子營銷點樣有助佢達到一個目的嘅，譬如佢增加佢嘅銷量，咁你咪可以答一啲容易啲講嘅咯。譬如價格透明度高，更容易定一個了解到競爭對手定價，定一個更有競爭力嘅價格，從而增加個銷量。咁呢一度我哋咪就係乜嘢？將一步一步咁樣搭翻落條題目度。咁呢類型嘅題目呢，係經常都出嘅，而且扣分位就係大家唔記得咗要講個目的。好啦，推廣更加講緊就係話電子營銷呢，一定係成本效益更高，從而做更好嘅推廣推送，更加係根據佢嘅喜好，咁你咪增加到個銷量咯。好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呢，我哋講緊嘅市場第6課咧，其實都係離唔開咧，佢會直接問你一個週期嘅特性啦。佢會叫你咧係就住一個生命週期中嘅成長期咁先算啦，去做一個單元5嘅策略建議啦。好啦，跟住亦都有一啲嘅題目咧喺後面咧，我哋望一望咯。就係話咧服務特性嗱，再講一次，如果佢講緊服務特性咧，其實你個 case 裏邊即係佢個個案啊，沒提及嘅
嗱，譬如佢都冇講過無形性嚇，都冇講話啲人呢，即係購買決定好猶豫，所以呢就唔肯定。佢冇講喎，但係佢一講話根據服務業嘅特性呢，其實你係可以講一啲 case 裏邊沒有提及嘅 point 嘅，所以千祈唔好俾個 case 限制咗你嘅發揮。重複一次。6分題、4分題，如果個 case 冇講嗰個無形性不可分割性喎，佢好似冇提示喎，你係都可以寫呢啲 point 出嚟嘅。咁你睇到啦，佢話咧解釋如何提升服務質素，咁咪就係建議題咯。嗱，解釋如何提升，咁咪就係建議題咯。你一定要俾個方法，同埋要講個好處出嚟。好啦，又係建議啦，得唔得？除咗降低成本，電子營銷有乜嘢好處？即係話有咁多個好處裏邊，你可唔可以講其他嘅好處啊？咁我哋就係講話可以增加個銷量咯、銷售咯，係咪啊？咁呢一啲嘅 point 咧，都係可以咧係包你去可以有時間去寫到嘅。好啦，單元7有咩特點呢？我哋望一望咧，單元7咧就係圍繞住顧客關係管理。顧客關係管理咧，其實係好鬆散嘅一個課題嚟嘅。咁我哋咧可以記住佢3部分就可以啦。你見到咧好似往常唔係好出喎，咁你諗下啦，曾經最遠古嘅出個1，跟住出個2，跟住出個3，咁所以最熱門咧應該係問重要性，其次就係方法，得唔得？最後先係問目的。咁我哋先睇一睇乜嘢叫做顧客關係管理嘅目的、重要性同方法先啦。咁我咧用咗最新版本嘅書咧，同大家去睇一睇重要性。其實就好重要，就係講緊佢可以幫助企業進行一個市場區隔，即係單元4嘅嘢。咁點解啊？因為你管理客戶，了解咗佢嘅，其實都離唔開啦。了解其實成課都係講呢一個，了解客戶嘅習慣、喜好、消費過去嘅記錄。咁有咩好處啊？咁你知道佢有個 pattern， 跟住將佢歸類，再提供一個適切佢嘅類別，得唔得？舉個例子，譬如逢親復活節假就會買衫去日本旅行 ，OK， 或者買機票去旅行 ，OK， 好啦，咁你了解呢個 pattern， 咁你咪知呢班人唔係 business 啊，唔係商業客戶，而係一啲個人消費者，而且係可能係一啲後生嘅人。咁呢一批人有咩特徵，有咩需要，咁你咪提供即係相關嘅俾佢咯，或者定時定候喺復活節前就提供俾佢，就唔好喺之後啦。另外就係度身訂造設計客戶服務，咁呢一個咧都係同樣嘅解釋嘅啫。咁呢個咧就係稱之為咧佢嗰個嘅sorry 啊，翻嚟呢度先，就係目的啦。好，跟住我哋再睇下重要性，點解咁重要啊？咁我哋咧望一望咧後面呢一個 point 啦。唔好意思啊，呢度有少少亂啦，係呢個先係啦，因為咧其實佢可以咧透過顧客關係管理提升滿意度啦，同埋同客戶嘅溝通嘅呢兩個 point 嘅。OK 咁呢度我唔詳細講啦，因為有少少咧冷門嘅，反而咧爭取後面時間就係講緊個方法，有咩方法提升個客戶嘅關係呢？咁具體啲講就係有3個字出現，忠誠度。咁我要提升佢咧，其實好簡單。第一就係咧你要制定一啲個人化嘅即係營銷策略啦，或者係度身訂造啦。第二就係更緊密嘅聯繫，呢一個 point 記住，唔好同下低財務聯繫同社交聯繫撈亂，呢啲係解釋，唔係 point 嚟㗎。好啦，個 point 係更緊密嘅聯繫，包括咗財務聯繫，你俾啲 Jackson 佢同折扣促銷有關係嘅，俾啲社交聯繫佢，生日或者係有啲乜嘢問候資訊 update 介紹都係一個關係，包括用開 Facebook、IG 聯絡佢。好啦，第3個方法增加個附加服務，咁類似呢個咧有啲似產品策略㗎。OK， 好啦，唔使死背嘅。跟住再呢一個 point 咧好少講嘅，咁我哋就係話處理客戶投訴。點解？有佢投訴得你，即係對你有期望，所以你處理好佢，令到佢成為一個忠誠客戶，攞到佢嘅終身價值，係啦。咁所以呢一度咧就喺我哋叫做咧多啲用呢啲 terms 咧嚟到去答題啦。咁嗰個嘅好處啦咁我哋更加強調就係能夠令到佢係再一次係即係提升翻個忠誠度嘅。OK， 好啦，咁喺單元7咧，基本上咧就係相對冷門少少，但係你都知道咧有呢幾樣嘢。如果你真係唔係溫得切咧，一定要立一立嗰啲方法，提供一啲嘅例子同埋個重要性。OK， 好啦，最後一題啦，就係講緊點解維護一個舊客比起維護一個新客係更加容易啊？
即係好啲啊？咁首先第一你就了解佢啦，係更深入啦。第二你開發一個新客咧，其實個成本係高嘅，因為你要重新去介紹個產品，得唔得？咁而且咧，我哋維係個新客咧，我哋可以得到佢嘅終身價值。咁所以呢一個咧，一個新客舊客啊，咁我哋一個新客咧，你又唔肯定佢下次仲嚟唔嚟啊嘛，係咪？咁所以呢一個位置咧都要留意呢一題啦。好，咁咧單元6.7就講到呢度，亦都係市場嘅完結嘅部分。再一次睇一睇個試題嘅分佈，邊一啲係重要嘅單元，記得溫熟佢啦。